由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主办，110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的选拔，经过2阶段的评审，历前总共选出15名的得主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第2阶段的实地访问，嘛改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。本年度呢，共选举出15位的好人好事代表哦。这些代表呢，他长期在社会上的热心公益、默默行善、乐于助人的这个义举呢，深获我们的敬佩，也是大家学习的这个典范哦。他们的善行义举形态有所不同哦，但是都有着一颗乐于助人、与人为善的心哦，也充分的来表达他们关怀别人、人心本善的基本光明面哦。今年呢，因为受到这个 COVID-19 哦这个疫情的影响呢，那我们的这个评审呢，在复审的时候呢，没有办法这个群聚来这个评鉴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拜了现在的科技之势呢，我们用了这个复审的时候以视讯会议的方式，然后呢，圆满的来选举出今年的好人好事复审的工作哦。咱真做一个评审，也是真做一个民意代表，特别感谢大家用心的付出。我想大家人哦，拢是今年度一时之选。吼，今年虽然亲像咱理事长所讲的疫情的关系，吼，但是大家人的讨论甲事神做的这个功课吼，这绝对吼嘛无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有小可疏忽。我会记这现场咧讨论的时候，虽然阮即道用视讯会议，但是我的手机啊吼嘛。甲大家视讯啊，甲无电啦吼，这就咱可见看大家人吼，这伫讨论的过程当中哦，真正非常用心。这15位好人好事代表，虽然每一位的言行义举、形态拢无同，但拢抱着善心，而且经年累月，点点啊行善，精神使人感动。当选这个台南市的110年的好人好事代表，那首先今天也荣幸代表好人好事代表来这边致辞哈。那首先也要感谢我们媒体记者长期间的宣传报道，让我们这个好人好事这种善举能在社会上延续。那本人也在这边也是责任的开始了，也呼吁说善举做善事不是一时的，是长久的。南区迄个回收场，我较早去伫遐做分类啦，就去安尼做。迄阵做，阮遐囝，阮嘛甲讲，迄身体、身躯足惊人的嘛，无啥甲我反对。我讲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洗就好啦，就安尼，互我会当，互我有一个寄托，身体歹，互我做遮有一个寄托，安尼啦。即面怎无反对啊？就安尼做到尾手。阮老公身体也怎无好，迄阵拄我骹有咧卖白卖白楼我怎讲无我要倒来庄骹，我一块处理我怎倒来去煞做煞做主席就拢参加去主席访视啦，去共助念啦，去啥拢做回收我遐怎就用一个定点嘛。伫个各社团、工会甲基金会推荐15位得主。涵盖各行各业，有企业的头家、退休教师、医生、技工甲美发业等。协会将伫个9月25，伫个安平的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来举办颁奖的表扬大会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发扬社会善行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